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どうも大家好，我係 Peggy 先生，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四嘅 Live 直播。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然後咧，你發現咧有啲車咧，即係可能會有啲咧再額外啲嘅 announcement 啊，例如話俾你聽咧，喂呢架車咧有啲咩唔同嘅座位喎，常見嘅可能係就係讓俾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坐嘅位啊嚇，優先席啊嘛，優先席，中文叫咩嘅咧？可能會俾呢個小朋友啊，係咪或者啲行動唔係太方便嘅批鬥座。但係咧，日本嘅車廂咧真係好冇位，即係好多人嘅時候啊，其實你唔坐，有時候係仲阻住晒噶嘛。你哋覺唔覺得先？即係你有位唔坐？咁啊，所以優先席係如果見到有需要嘅人，咁你咪讓俾佢坐咯，係咪先？其實我想講，我喺大阪見到唔單止遊客啊，平時普通後生仔都會照坐喎。所以我就係唔知咯，有時候即係咪東京同大阪係好唔同呢？如果有認識東京嘅人，請話我聽係一個咩狀況？但係就我覺得大阪都好尋常，即係大家都覺得咪坐咯，冇所謂，都係為一個嚟啫嘛，咁樣嘅概念咯。所以搭下呢架車嘅時候，可能佢就會有一句咁樣嘅即係 announcement 啦，係嘛？この電車には優先席があります。呢一個火車入邊咧係有優先座嘅 ，OK？ 咁你所以咧就要讓俾啲需要嘅乘客啦，係嘛？優先席を必要とされる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ら席をお譲りください。好 ，Alan 先生問咗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反而日本老人家係咪會介意人哋讓座？我覺得讓座都係一個需要讀空氣嘅行為。調翻轉，你點解會讓座？係因為你覺得佢好棘啊，係咪？但係如果佢老當益壯，我係會唔讓嘅，所以我都係覺得係要 case by case 咯。好似古美門，哇，好懷念啊，搞到好想睇翻次古美門添。逢星期二、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またね。